屋頭巴士站起步，經過高塘村時望向牛頭壁村路轉走水務署馬路，穿過閘口入掃雙牛坑，轉左。入坑即要連爬4塊壁，第一壁難度不高，第二壁走左邊較乾爽的，回望可望到壁底，第三壁手腳位比較薄，第四壁選中間攀上，回望壁頂。今日的第一個目標是牛頭壁，需要先上掃一段雙牛坑，再在340米前向右爆，途經疑似山墳，約在360米到崖底，此石像回力鏢，在回力鏢上留影，沿壁底向右走，從這裏爬上去。今年植物長多了，需要修剪，懸崖邊橫移，再從這裏攀上去就是牛頭壁的頂部。爬到壁頂，又是到了打卡的時間。今天是這星期內最高青天的石塔打卡位，航拍能清楚看到整塊牛頭壁。牛頭壁亦有人叫它做牛雙壁。離開往上走，從這裏攀上去，下望，穿一段臨上岩頭山，途中留影。岩頭山452米，下一站是牛耳石南壁，途中風景很美，轉左走北潭石脊，來到牛耳石南壁的頂部。牛耳石南壁又名北潭石，先由繩落壁底。牛耳石壁有多組攀爬線，各有難度。大致可分為左中右，逐攀上中線，側望，部分位置有輕微凸土，需要用技巧攀上。中左線，中左線，航拍中線，中左線的上部分，右左線，左線是最難的，多凸土位，是高手線，側拍左中線，準備離開牛耳石南壁，再望望右線，中線和左線，從北潭石脊離開，穿過花潭石澗，走虎徑，來到北潭，再往度假村方向走，上樓梯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小巴站散。